如果手術戒嘅時間係早，喺心臟未發生一啲不可逆轉嘅結構性變化之前進行介入手術咧，咁就比較大機會可以完全恢復翻個心功能啦。同埋咧就係避免一啲長期嘅藥物治療，因為可能改善咗心功能之後咁好多心臟衰竭嗰啲藥咧，可能都可以減添。大家好，歡迎嚟到心臟醫生會客室嘅時間，我係你嘅主持心臟科羅君儀醫生。今日好高興咧，又可以揾到我嘅好拍檔嘅陳傑醫生咧，就嚟同我哋分享一下有關心臟科嘅資訊。今日咧就一個嘅特登預備咗一個嘅病人咧最近嘅情況咧，想請教陳醫生。咁我哋呢個病人咧就係中年女性，50幾歲，咁咧佢就其實一早遭診斷咗有呢個風濕性嘅心臟病。以前咧就係呢個二尖心瓣狹窄，咁亦都最近咧有呢一個嘅開始有一個心房顫動。咁咧就行路咧就越嚟越氣喘，咁經過我哋即係評估之後咧，發覺佢嗰個二尖心瓣狹窄程度咧都越嚟越緊要，影響咗個體能啦，嗰個嘅日常生活。行冇幾遠，幾分鐘、10分鐘、8分鐘，跟住話條氣唔順啊，要停低休息。心房顫動都控制得 OK 嘅吓，咁亦都係食緊呢一個嘅薄血丸啦。但係嚟講咧，就我哋見佢嗰個超聲波顯示嗰個心瓣狹窄嘅程度都嚴重，同埋個肺氣都有啲高低嘅。咁所以咧，我哋都建議佢應該都要考慮做手術去換心瓣。咁咧就嗰個希望可以改善佢嘅症狀。不過病人咧做手術之前都好多嘢問啦吓，咁有陣時咧就嗰個嘅我哋其實喺私營嗰個嘅即係層面咧，見呢啲即係心瓣嘅問題或者係換個心瓣之後嗰個嘅病人嗰個嘅即係跟進咧，其實都相對嚟講比較少，冇以前喺聖杯已經睇得咁多。咁所以有陣時可能有啲新嘅指引啊、新嘅做法咧，我哋都冇咁 update，咁咪揾阿陳醫生問下咧，咁安全啲吓。咁咧佢嗰個嘅問題咧就係喂，第一。我做咗手術係咪一勞永逸嘅醫生？可唔可以咧藥都唔使食噶？咁首先咧，羅醫生分享嘅呢個病人咧係有一個嚴重嘅二尖瓣嘅疾病嘅。咁如果有症狀同埋嚴重嘅瓣膜疾病咧，咁根照國際嘅指南咧，都應該要考慮咧手術介入嘅治療嘅。係。咁但係咧，因為長期慢性嘅心瓣問題咧，會令到個心臟咧有一啲變化嘅，產生啲結構性嘅變化，例如有心房發大啦。心臟會有啲纖維化啦，心功能亦都會下降嘅。咁如果係去到好嚴重後期咧，呢啲結構性嘅變化已經不可逆轉咧，就算係換咗心瓣咧，可能部分嘅病人咧嗰個心功能都會持續係未能夠完全恢復，或者一啲心臟發大咗嘅情況咧都未能夠完全可以恢復翻正常嘅。咁所以手術係咪一勞永逸咧，就視乎你個診斷嘅階段啦，同埋手術介入嘅時間啦。如果手術介入嘅時間係早，喺心臟未發生一啲不可逆轉嘅結構性變化之前進行介入手術咧，咁就比較大機會可以完全恢復翻個心功能啦。同埋咧就係避免一啲長期嘅藥物治療，因為可能改善咗心功能之後咁好多心臟衰竭嗰啲藥咧，可能都可以減添。咁所以即係如果佢嗰個嘅即係拖得太耐先去做手術，有陣時嗰個嘅心瓣膜嘅毛病已經引起咗一個心臟嗰個譬如功能唔好啊，心臟嗰個衰弱。即使做完手術之後，可能嗰個心臟衰弱或者心功能都未必能夠完全恢復翻正常。咁嗰啲就可能有機會長期都要食翻呢啲譬如話治療心臟衰竭嘅藥物嘅咯，係咪啊？係啊，冇錯，尤其是係一啲二尖瓣嚴重嘅狹窄或者嚴重嘅倒流嘅病人咧，如果係去到個心功能已經好差嘅時候去介入咧，有時做完手術之後個心功能都未必能夠完全100%恢復，同埋佢哋做手術嘅時候風險都高啲啦。冇錯，同埋頭先我呢個病人就佢有心房顫動吓，咁做咗手術之後個心房顫動會唔會都醫得翻好，定係其實多數都會持續嘅咧？心房顫動係一個好難根治嘅慢性心律疾病，都係非常之普遍嘅。咁對於要接受心臟外科手術嘅病人咧，一般咧心胸外科醫生咧會喺手術嘅時候咧合併進行一個心房顫動嘅外科手術消融手術嘅。咁或者我哋叫做一個迷宮手術啦。咁就係其實係喺個左心房裏面咧，利用外科手術嘅方式去喺左心房咧就挖出一個迷宮。咁呢個做法咧就可以制止咗一啲心房顫動可以持續嘅。咁但係即使係咁做咧，病人咧喺手術之後咧都要服食一段時間嘅抗心律失常藥物。有部分嘅病人即使做咗呢個外科嘅
心房顫動嘅消融術咧，都有機會復發。即係有機會復發嘅，係咁就即係做可以做，但係咪保證一定係嗰個連心房顫動都可以根治埋就未必啦。就好視乎進行呢個手術嘅階段啦，即係越遲介入咧，如果個心房發大得越嚴重啦，或者有嚴重嘅纖維化咧，咁其實佢嗰個可逆轉嘅機率就更加低，就算係做咗手術都可能會有復發嘅機會。係咁，所以咧就到後來你換咗心瓣，可能嗰個心房顫動都係持續啊。咁就當然啦，即係如果你個心臟功能唔係話好差，咁我哋都即係呢一個嘅避免咗你持續嗰個唔換心瓣嘅時候，影響咗個心臟功能。咁呢個都好緊要。咁嗱，如果佢呢啲咁樣嘅情況，我哋換咗心瓣咧，假設佢冇呢個心臟衰竭啦，咁就嗰個有啲咩藥佢可能即係都要繼續服用啊，或者佢要留意嘅咧？咁其中一個最重要嘅術後嘅護理咧，就係抗凝血藥物啦。咁一般嚟講咧，就如果患者係做咗心瓣嘅手術啦，咁就需要服食一段時間抗凝血藥物嘅。係。咁最常用嘅心瓣嘅手術咧，我哋採用咗生物瓣膜啦，或者我哋叫豬心瓣啦。另一種咧就係機械心瓣或者金屬心瓣。係。咁如果使用咗金屬心瓣咧，咁患者必須要終身長期服食抗凝血藥物，預防咧有血栓形成，減低中風嘅風險嘅。第二咧就係話，如果啲機械瓣膜咧一旦係有血栓形成，你都會破壞咗個瓣膜嘅功能啦，令到患者出現心臟衰竭啊、心律失常或者死亡嘅風險。咁所以有機械心瓣嘅患者咧，就必須有心理準備啦，就要長期終身服食一啲抗凝血藥物，我哋俗稱叫做華法林或者薄血丸啦。咁至於生物瓣嘅患者咧，如果本身係並冇心房顫動，亦都冇一啲其他抗凝血藥嘅長期嘅指證嘅話咧，一般係建議手術後3個月咧需要服食一個抗凝血藥物。我哋一般都會採用呢個華法林嘅。咁但係對於冇心房顫動，亦都冇其他抗凝血指證嘅生物心瓣置換嘅患者咧，喺3個月後咧係有機會可以停藥噶，就唔使終身服用呢個抗凝血藥。咁但係如果患者有心瓣膜嘅疾病，無論係生物瓣或者機械心瓣，只要佢一旦有心房顫動啦，而係屬於一個叫高危嘅中風患者咧，咁應該都要長期終身服用抗凝血藥嘅。咁就嗰個尤其是如果你係個機械心瓣咧，嗰個嘅個抗凝血藥就即係更加緊要啦。尤其是我哋即係聽你所講係我要華法蘭添啦，都唔可以用新一代嘅抗凝血藥啊，係咪？係羅醫生講得好啱啦。咁其實根照國際指南咧，抗凝血藥去預防中風咧，新型嘅口服抗凝血藥咧，應該係優先於華法林嘅。喺一般嘅情況之下，但係有2個情況咧就禁忌使用呢個新型抗凝血藥，因為大家知道咧，新型抗凝血藥比華法林咧可以大大減低出血嘅風險嘅，而預防中風嘅成效咧都同傳統嘅華法林咧相當接近，甚至係更加優勝。咁有2種情況係不適合使用呢個新型抗凝血藥，第一種就係嚴重嘅二尖瓣狹窄患者啦。而第2種咧就係有機械心瓣嘅患者啦。咁至於生物心瓣嘅患者可唔可以使用咧？暫時我哋嗰個臨床數據又冇咁充分。不過一般嘅意見咧都認為咧，喺頭3個月使用咗呢個華法林去抗凝血之後咧，如果患者係有一個生物心瓣有長期抗凝血指證或者有心房顫動咧，可以喺過咗頭3個月華法林嘅使用期咧，考慮使用一個新型嘅抗凝血藥，作為一個長期抗凝血嘅治療，減低咁多係啦。咁做嗰個嘅，咁所以咧做嗰個嘅，你用咩類型嘅心瓣咧就都好緊要嚇。咁就同埋我嗰個病人，佢本身二尖心瓣狹窄，佢嗰個嘅年紀唔係咁大，咁又呢個長期都有心房顫動開啦，都食開華法林。咁我諗佢對食華法林應該都冇咩特別太大嘅顧慮嘅，都唔係話即係純粹個病人想唔想食，願唔願意食華法林乜嘢，都有陣時要考慮佢譬如有咩年紀去換心瓣啦嚇。因為我哋都知道啦，嗰個嘅生物心瓣咧有陣時嗰個嘅即係個耐用性或者嗰個嘅可以維持用到幾多年咧，有陣時嗰個嘅我哋都要考慮，因為佢亦都有機會退化啊，係嘛？係冇錯，因為咧一般嚟講咧，機械心瓣嗰個壽命咧就會長好多嘅，一般10幾20年都冇乜問題。但係生物心瓣就好視乎患者嗰個本身個心臟嘅功能啦，同埋佢嘅年紀啦。咁因為佢退化嘅程度就會比較快。咁如果係好後生而用咗呢個生物心瓣咧，咁一生之中有機會可能有需要2次手術咧，去再進行2次嘅心瓣置換。如果個生物心瓣有嚴重嘅退化嘅話，咁呢個就冇人想啦。有時你要換心瓣係一部好大型嘅開胸手術，咁就嗰個嘅你第一次已經即係好多時都呢個嘅考慮咗好耐啦。跟住你仲要開第2次，同埋你可能有嘅機會，哇！你
即係個長命啲嘅，咁就可能3次都唔頂喎，咁啊真係唔係好值得啊。係生物心瓣亦都有佢嘅好處嘅。嗯第一種情況咧就係孕婦啦。如果孕婦本身患有一個嚴重嘅心瓣膜疾病或者類風濕性心臟病咧，喺懷孕期咧係唔適合使用華法林去抗凝血嘅。咁所以如果用咗生物心瓣咧，只需要食頭3個月嘅抗凝血藥物，使用華法林啦。咁如果患者本身冇其他抗凝血嘅指證或者心房顫動嘅話咧，就可以停服呢個抗凝血藥。咁即使係懷孕咧，亦都唔需要喺懷孕期咧係冒住呢個食抗凝血藥嘅風險啦，大大減低出血風險啦，亦都減低一啲抗凝血藥對於胎兒嗰個毒性啊。所以即係如果係一啲相對嚟講後生嘅女性都諗住第時我會再生 BB 嘅，咁呢一個咧就嗰個嘅可能嘅我哋優先考慮用呢個生物心瓣。咁如果唔係咧，就嗰個其他人咧，即係如果嗰個嘅我哋預期佢個壽命都係比較會長啲嘅，咁就我哋就要考慮究竟，我哋做咗呢個手術，嗰個換咗個心瓣咧，夠唔夠佢嗰個嘅血肉啦？係啊，另外一種情況就係年紀好大嘅患者，但係出血風險都相對比較高。如果本身冇心房顫動或者長期抗凝血嘅指證咧，使用咗生物心瓣咧，咁患者只需要食3個月嘅抗凝血藥，咁大大都可以減低即係出血嘅風險啊。對一啲好年長嘅患者嚟講，係明白。咁就所以咧，就用咩類型心瓣咧，就一定要同醫生商量下。咁醫生亦都俾個意見你評估，你究竟係嗰個嘅每一類型嘅心瓣有啲咩嘅好處唔好處，你究竟係邊一類型嘅係更加適合你咧？咁就嗰個都好緊要，唔係純粹喂食唔食華法林啊咁簡單。咁就嗰個嘅咁嗱，好啦，如果嗰個嘅病人佢即係做完手術之後啦，咁 OK，佢用機械心瓣長期食華法林，咁其實係咪一個嘅天大嘅事？真係我哋好顧慮、好擔心嘅咧嘅，其實都唔需要咁怕。食抗凝血藥嘅即係心瓣置換患者咧，我諗比較關注嘅咧就係一個出血問題啦。咁譬如話容易啲傷口出血難止血啦，或者係譬如話有胃潰瘍啊、胃出血嘅風險會嚴重啦，冚親個頭咁就有大啲嘅機會腦出血啦。咁所以就要小心啲碰撞嘅損傷啦。咁第二個大家會比較關注嘅咧就係話萬一要做手術啦，如果萬一有一日要做外科手術要開刀喎，或者係有嚴重嘅牙痛蛀牙真係要剝牙啦，咁喺進行呢啲手術之前咧，可能就要短暫時間咧停服呢個抗凝血藥嘅。其實我哋如果換咗心瓣，對個病人係真係有一個嘅好明顯嘅改善，或者對個症狀方面好大嘅幫助，其實都應該要做㗎，係嘛？係冇錯，即係首先都係為咗保存嗰個心功能啦，避免一啲不可逆轉嘅併發症啊，例如好嚴重嘅心臟衰竭啦、肺動脈高壓啦、心律失常啦，咁呢啲都係一啲高風險嘅即係併發症。所以就唔好話純粹係因為要食華法林，所以咧就嗰個嘅有需要換心瓣都呢一個嘅即係去唔去做呢啲手術。嗱咁啊，我哋又希望可以解答多啲我哋嗰啲病人嘅問題啊。咁如果食華法林，頭先你講啦，我做外科手術啊、剝牙嗰啲可能要停服個薄血丸，咁通常停幾耐我哋先至可以去做呢啲手術嘅咧？或者係咪所有手術我哋必須都要停咧？定係其實有啲你嗰個嘅個出血風險唔高，你唔停佢都可以照做嘅？如果係傳統嘅華法林嚟講咧，因為藥物嘅半衰期比較長嘅，咁所以要令到個藥物代謝去到一個比較安全嘅水平咧，最少都要3至5日度，咁先至回復到一個安全嘅水平。至於新型嘅抗凝血藥咧，如果患者嘅腎功能係正常嘅話咧，一般係停服2劑啊，24小時啦。就算有啲重大嘅手術咧，停2日咧已經係好安全咧，因為嗰啲新型抗凝血藥咧個代謝嘅速度比較快，停嘅時間短咧，好快就會消除咗啲藥力啦。咁但係注意嘅就係，如果患者係有高危嘅中風風險，例如係機械心瓣啊、合併心房顫動、近期有中風嘅風險啦、曾經中風啊，咁呢啲患者喺停藥期間咧，都需要短暫時間咧接受注射一啲抗凝血藥物嘅，我哋叫肝素啦，或者係低分子肝素，去減低咧停服口服嘅抗凝血藥時間嗰個中風嘅風險。即係啲肚皮針啊嘛？係啦，有啲肚皮針啦，亦都有啲注射嘅，即係靜脈注射嘅抗凝血針啦。咁我哋叫肝素或者低分子肝素。咁直至到去差唔多手術前，可能係12個鐘度啦，咁我哋就會停咗啲注射嘅抗凝血藥啦，進行手術。手術後咧又要短暫注射呢啲藥物，然之後先至再食翻嗰個口服嘅抗凝血藥，直至到口服抗凝血藥嘅藥力咧發揮咗效力為止，咁又可以停打針啦。咁呢啲情況，如果係要入院開刀做手術，或者係重大嘅牙科嘅手術，要剝超過3隻大牙以上啦，咁呢啲情況可能真係要考慮咧入院先至可以安排到呢個處理啦。
哦，咁就嗰個嘅，咁入院我哋就停藥，跟住可以打呢個肚皮針去呢一個嘅，即係等到嗰個嘅口服抗凝血藥嗰個嘅，即係過咗個半衰期，冇咩藥效啦。咁我哋咧就嗰個先做手術，咁就比較安全。咁做手術之前大概10個鐘頭前咧，就唔好再打肚皮針嚇。咁就嗰個咁做完之後，咁我哋通常係咪可以即係佢有冇再流血嘅風險，我哋就可以食翻個抗凝血藥啊？係冇錯，係啊，只要一止咗血咧，都應該盡快食翻口服嘅抗凝血藥嘅。咁但係又未有咁快有功效嘅喎，跟住嗰段時間就要打住肚皮針先嚟。係啦，冇錯，係。OK，我摸住冇問咁使唔使又要咁樣咧？一般國際嘅指南建議咧，其實如果係剝牙嘅手術咧，一般唔超過3隻大牙咧，其實都可以不需要停服抗凝血藥去做。唔需要嘅，係。咁就嗰個嘅，咁但係我哋之前使唔使驗一驗嗰個嘅個凝血指數，發覺佢都唔係話太高先至做得。係啊，咁如果係華法林患者咧，我哋一般都會驗一驗個抗凝血嘅指數啦，我哋叫 INR 啦，國際標準化比值，咁就可以評估嗰個抗凝血藥力嘅。咁一般嚟講咧，喺換心瓣嘅患者，如果低中風風險嘅，我哋一般希望個 INR 國際標準化比值喺2.5左右。如果係高風險嘅中風患者咧，可能要保持喺3度。但係如果要去做手術咧，一般我哋希望係降到2度以下，大概1.5以下咧就更加安全。但係如果佢譬如話頭先剝隻門牙，咁就嗰個佢又食緊華法林，咁就嗰個嘅可以唔使停啊嘛？你話？如果只係剝一隻牙咧，一般就可以考慮唔需要停藥，直接進行一個牙科手術。但係如果剝3隻或者以上嘅大牙咧，咁一般都會建議考慮停藥嘅。係咁停完藥之後再止咗血咧，就盡快食翻啦。華法林因為個效力比較慢，都要3-4日先見效，所以食翻藥咧又要打住呢個低分子肝素或者打住針。至於新型嘅抗凝血藥咧，因為效力快，咁所以手術後如果冇明顯出血咧，即刻食翻咧都可能唔需要再打嗰個抗凝血針噶啦。係。咁如果不過你要做大手術，定係想冇計啦。同埋你大手術之前，可能都要早少入醫院，可能又要驗血啊，就會 check 其他嘢。咁嗰段時間可能即係停住藥，去打住嗰啲肚皮針，咁就嗰個嘅咁等做手術，我覺得應該都唔係太大嗰個影響嘅嚇。咁就嗰個，咁呢個就抗凝血藥嗰個嘅要留意地方啦。咁就嗰個，咁病人好多時都問，喂，我食緊呢一個華法林，咁係咪好多嘢都唔食得啊？好多嘢都要戒口啊、避忌啊咁樣咧？嗰個嘅日常生活，除咗我小心唔好碰撞到之外，飲食方面有咩留意嘅咧？係啦，咁一般咧，如果患者食緊華法林咧，比較多藥物同埋食物嘅衝撞嘅。咁藥物方面就係好多唔同嘅藥物咧，會影響個華法林嘅代謝啦。咁呢個就要諮詢醫生嘅意見咧，特別小心提醒如果譬如去睇家庭醫生傷風感冒啊，開抗生素啊，因為好多抗生素咧都會同嗰個華法林有衝突嘅，咁就要提一提醫生。我食緊補血丸喎，咁有啲藥物使用咧就要特別留意禁忌。咁第二咧就係食物衝撞方面咧，主要係啲維他命 K 豐富嘅食物啦，包括啲青綠色嘅蔬菜，另外咧就係啲動物內臟啦嚇，咁呢啲咧都會有影響嘅。咁另外就切記就過量嘅飲酒啦，呢個都會影響嗰個藥力嘅代謝。咁影響咗華法林嗰個嘅功效，有陣時就嗰啲血就可能有機會太稀或者太結。太稀咧就增加你個出血嘅風險，尤其是我哋最擔心係腦出血一腦出血咧就嗰個嘅有陣時可能你都即係未必有得去醫咁就嗰個入到醫院都可能未必救得到。咁但係如果太結咧，有陣時就會增加血栓嘅風險啦，就有機會影響嗰個嘅所謂我哋個心瓣嗰個運作。咁有陣時啲血塊即係塞住個心瓣咁，就真係好大件事。咁就嗰個咁除咗呢啲我哋華法林要注意嘅嘢之外啦，咁就嗰個嘅另外我哋仲有嗰個嘅換咗心瓣之後有啲咩嘅即係嘅可能出現嘅問題咧，或者都出現咗又好嚴重咁樣冇㗎？如果萬一換咗心瓣咧，患者要注意咧就係避免感染嗰個心瓣啦。細菌感染咧最常見咧都係通過一啲黏膜嘅渠道咧進入我哋嘅體內血液循環系統嘅。最常見咧就係口腔嘅感染，尤其是剝牙。咁如果係患者有蛀牙啦，咁要剝牙或者做任何嘅牙科手術之前，你提醒醫生有換個心瓣啊，咁就要食一啲抗生素啦，去預防嗰個心瓣感染。如果唔係，一旦有感染性心內膜炎咧，就會破壞咗嗰個心瓣。新嘅心瓣咧，無論係機械瓣啦，或者係生物瓣咧，一旦感染到細菌咧，就好難清除嘅。咁就需要注射一啲好長時間嘅抗生素。嚴重嘅患者咧，可能要再做2次嘅心瓣置換手術。咁做就係件事。咁同埋你要診斷嗰個心瓣有冇受到細菌感染都唔容易喎。係啊，呢個都唔容易㗎。咁所以我哋最好咧就避免咗佢。咁避免咧就第一，你有一個嘅平時
最好就係換心瓣之前，你搞掂晒你啲牙醫，就有咩牙周病唔該醫好晒先會出下，有咩蛀牙咧早剝咗佢嚇，咁就嗰個即使你第時用換咗心瓣啦，你真係可能又要做牙科手術啊，有機會感染啦，咁可能真係要食你啲抗生素嚇，咁啊減低嗰個心瓣感染嘅機會。咁其他嗰啲嘅除咗剝牙之外，嗰啲嘅其他手術需唔需要都係食完啲抗生素先嘅？如果係有啲介入嘅手術咧，或者治療咧，有可能係涉及一啲細菌，可能會進入血液系統咧，咁我哋都建議即係有個抗生素保護，即係喺手術前。因為呢個心瓣受到感染就同我哋平時一般人嗰個嘅個風險就唔同嚇，一旦出現咧嗰個嘅即係嚴重性就可能比較大，同埋嗰個嘅佢有個外物嘅一個人工心瓣，真係受到細菌感染機會都高啲嘅，係嘛？係羅醫生講得好啱啦，因為咧如果係有一啲人工嘅心瓣咧，基本上係一啲機械或者合金嘅心瓣咧，一旦有一陣細菌膜咧，即係黏附喺表面咧，其實嗰啲位置咧血液咧係好難滲透嘅。即係唔同我哋正常嘅心瓣咧，係有個血液嘅供應咧。其實咧，機械嘅瓣膜咧，其實血液係好難滲透。就算你注射抗生素咧，都唔容易可以滲透到落去嗰陣細菌膜裏面。咁所以一旦感染咗細菌喺一啲機械金屬嘅瓣膜嘅表面咧，係好難清除嘅。哦，OK。喂，咁如果我哋啲病人咧換咗心瓣之後咧，其實佢呢一個嘅乖乖啲食藥啦嚇，咁就嗰個嘅小心避免即係嗰個嘅一啲細菌感染啦，或者我哋做啲手術之前，我哋要食啲抗生素去預防感染。咁就嗰個嘅對個日常其他生活有冇其他影響？我去旅行過機場保安，會唔會我有個心瓣喺度喺嚟支持係咁樣嘅？一般呢個問題就不大嘅，因為其實而家嗰個心瓣咧，金屬心瓣個金屬含量咧，唔係真係好高，因為好多時候係啲合金嘅，甚至有啲碳纖嘅成分。咁其實觸發嗰個警報嘅機會唔大。如果係有好敏感嘅金屬探測器，可能會觸發個警報，即係金屬探測器嘅警報啦。但係一般我哋會俾病人咧一個手術後咧一張卡嘅，嗰張卡咧係證明咗佢心臟入邊咧係置換咗一個某一個型號嘅金屬嘅心瓣。咁一般咧即係俾海關官員一睇咧，咪知道嚇咁啊，可能冇問題，可以過到關嘅。係。咁嗰啲嘢儀器都唔會影響個心瓣嘅運作。一般就唔會嘅。同埋而家嘅即係新一代呢啲機械心瓣咧，就算如果病人萬一有一日有需要做磁力共振咧，其實好多都係可以兼容嘅。即係就算磁力共振咧，都唔影響佢嗰個機械心瓣。咁就我講，所以嚟講咧，就需要擔心呢個問題嚇。喂，電動按摩椅床得唔得先？嗱，我諗電磁場嘅干擾咧，就係對於一啲安裝咗有起搏器或者除顫器嘅病人個影響比較大，但係對於有機械心瓣嘅，應該就影響不大。OK，因為呢個純粹唔係一個電子裝置，佢只係一個金屬嘅機械裝置，佢係順住心臟嗰個喐動咧嚟到有閉合嘅，咁所以佢就唔係一個電子驅動嘅裝置。有電子驅動嘅裝置，就比較擔心係有啲電磁場干擾啦。明白。咁我個病人都安心好多啊！佢又將我摩椅啊仔啱啱母親節送咗俾佢嘅。咁就嗰個嘅嗱，另外咧就我又想問下，而家咪有啲微創嗰個嘅主題動脈心瓣用呢一個嘅導管去換嗰啲嘅心瓣嘅，咁嗰啲嘅即係呢一類嘅心瓣嗰個嘅即係術後嗰個嘅護理啊，或者係嗰個嘅個處理，同我哋而家開胸換心瓣嗰啲有冇啲好大嘅分別嘅？咁最大分別就係患者可以接受一個微創嘅手術去置換呢個主動脈瓣啦。咁啊，唔需要經過開胸手術，通常係對於一啲手術風險比較高嘅患者咧，會比較適用。咁當然啦，而家一啲叫中度風險嘅主動脈瓣狹窄患者咧，都係適用於呢個主動脈瓣嘅一個微創介入手術嘅。手術後嘅護理嘅分別咧，就係因為呢啲微創介入治療嘅一個主動脈瓣更換手術咧，佢使用嘅一般咧係心脈瓣嚟嘅。除非患者有心房顫動或者有長期嘅抗凝血藥嘅指證，如果唔係咧，一般嚟講咧，喺過咗頭3個月之後咧，患者係唔需要長期服用抗凝血藥物嘅，甚至係只係需要一個單一嘅抗血小板藥已經足夠啦。至於頭3個月以內咧，換咗一個微創介入治療嘅嗰個主動脈人工心瓣咧，可以喺頭3個月內咧使用雙重抗血小板藥，或者係使用單一嘅抗凝血藥物，一般係建議使用華法林嘅。咁但係而家近年都開始越嚟越多研究顯示咧，使用新型嘅抗凝血藥物咧，可以減低出血同埋中風嘅風險啦。咁喺一啲我哋叫做微創介入嘅主動脈瓣置換手術後嘅病人咧，都可能會適用。
尤其是係過咗頭3個月之後。雖然暫時嘅國際指南咧就未有好明確嘅指引咧，對於呢一類患者，如果合併有心房顫動，點樣去使用抗凝血係最好。不過越嚟越多嘅數據顯示咧，新型嘅抗凝血藥物咧喺呢一個群組嘅患者可能都會係適用。不過一般傳統嘅做法都係頭3個月咧係使用一個華法林啦，或者係雙重嘅抗血小板藥。係有啲病人亦都會即係好常問啦。我哋時換咗心瓣之後，咁到一個嘅身體即係定期幾時要再照下，或者做個超聲波監察下個心瓣個運作啊、功能啊咁樣啦。有冇啲咩嘅即係呢方面嘅建議係點咧？咁一般如果即係置換咗心瓣嘅患者咧，都要定期去醫生嗰度咧隨訪覆診啦，同埋覆照一個心臟超聲波，評估嗰個心瓣嘅結構功能同埋個心功能。都冇話大概要幾耐照一次咁樣。一般啱啱手術後咧，通常我哋都會即係照一次嘅。咁就尤其是喺頭嗰3個月咧，可能都會評估下術後有冇一啲急性嘅一啲併發症啦。最擔心嘅就係話喺個圍手術期嘅早期，有時有啲心瓣咧，因為有啲機械性嘅併發症有冇啲反流啊，或者係閉合得唔好啊？尤其是係有一啲抗凝血指數唔穩定嘅患者啦。如果患者中間出現一啲心臟嘅症狀，咁可能就要提早再覆診隨訪啦。咁如果唔係咧，即係一般就視乎患者個心臟嘅功能啦，同埋心瓣膜嘅種類啦，咁可能介乎喺1年至到3年之間咧，可能都會覆診隨訪做個心臟超聲波去評估嘅心功能。係，明白。咁就我咁除咗做心臟超聲科，我諗即係醫生平時覆診咧，都會可能幫你做檢查啦，用聽筒聽個心。咁有陣時如果哇，點解以前冇雜聲，而家個雜聲好似呢個呼呼聲咁樣，咁嗰啲咧都可能反映嗰個心瓣有事。咁嗰陣時可能要睇到啲照啦，係嘛？咁就有一個嘅，咁同埋就頭先提過，好重要一樣嘢就係要驗血，睇下嗰個驗血指數啱唔啱嗰個嘅我哋嗰個心腦組嘅目標水平啊。咁如果係太稀太熱，我哋嗰個嘅華法林就可能要調整啦。今日好多謝陳醫生咧，同我哋解釋咗咁詳盡有關呢一個換心瓣，我哋有啲咩要留意，同埋術後要注意嘅嘢，希望咧就可以解答到一啲病人嗰個嘅啲問題同埋嗰個顧慮啦。咁就今日多謝晒陳醫生，多謝劉醫生，好，拜拜。如果你想第一時間收到心臟健康資訊，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啦。